Hello，翻到嚟 MTR A213A178 Studio， 咁今日就嚟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嘅特輯，咁就3項一級賽同大家講下心水嘅。我哋先由主席短途獎呢就開始講起啦。咁主席短途獎呢就編咗喺第5場賽事，咁就有13匹馬呢角逐呢一場嘅賽事噶。我哋就先講隻賢者無敵啦，咁因為係咧呢匹咧民主呢匹係上屆冠軍，點解唔擺喺第一隻講呢？咁賢者無敵呢，咁就喺上年嘅主席短途獎係呢就入直路嗰陣時咧，一度被加州星球後咧係冚住咗，但係布文呢好醒啊，一早攞出去外邊位置，而家就喺度追上嘅，而埋邊嘅維港前都好似無以為繼咁樣，外面有呢隻陸續無限，埋邊有威力奔騰啦。咁呢個賢者無敵嗰陣時嘅4歲馬呢，就係咁樣位置直奔終點呢，就贏出呢一項嘅大賽，咁希望今年佢都可以衛冕成功啊！好啦，下一隻要講嘅呢，就係金鑽貴人啊，咁呢匹久休復出嘅馬咧，咁兼且呢匹金鑽貴人亦都係前屆民主嚟噶，咁呢，就金鑽貴人就喺上年嘅短途錦標呢就贏完馬之後呢，就發現呢，就隻腳部受咗傷啦，咁就要1年嘅馬季呢，就報銷咗，咁就今次係佢休戰1年復出，咁希望亦都可以交代到好嘅表現啦。雖然係遇到嘉應高升，但係佢希望都可以入到圍啊。咁我下一隻要講嘅呢，就係嘉應高升呢匹嘅2冠短途馬。就而家就係衝呢個香港速度系列3冠進發，咁呢場賽事呢，因為加州星球退咗役咧，就得返13匹馬跑嘅，嘉應高升喺呢場田泰安跨就出咗頭，但係嗰隻2冠馬驕陽明區呢，就一度係想挑戰佢，但係到接近終點嗰個時候呢，都係差唔多咁上下噶啦，結果嘉應高升喺騎師田泰安嘅火拍之下呢，贏出咗黃仁禧紀念杯，希望香港速度系列可以攞埋呢一關啦。咁跟住下一隻要講嘅呢，就係日本代表李健夢境啊！咁喺上場賽事高松宮紀念賽啦，以莫雷拉嘅胯下就贏出呢場賽事。咁騎師莫雷拉呢，已經喺日本 GRA 客串期間呢，就係先贏咗高松宮紀念，然之後就贏咗櫻花賞同埋日本2000堅尼高月賞。咁今場賽事而呢李健夢境會將嚟香港跑，睇下會唔會可以再一次擊敗嘉應高升啦。上場賽事佢係跑第3嘅，咁希望今次都可以打敗嘉應高升啦。總結今場心水啦，首選就係3號嘅金鑽貴人，次選呢就係1號嘉應高升，3選4號李健夢境，跟住4選就係8號嘅賢者無敵噶。